大家好，呢度係小小塔羅，呢個係為大家進行塔羅牌占卜嘅頻道。因為係大眾占卜，所以當中有好多唔同人嘅能量夾雜，所以未必每一個信息都屬於你。你只需要聆聽一啲令你覺得有共鳴又合適嘅信息就可以。希望呢個占卜能夠俾到你正面嘅指引。你要記住，未來絕對可以改變，對於未來一定要充滿期望啊！小小塔羅今次為大家占卜嘅題目係未來一個月嘅運勢預測、建議同埋指引。呢個占卜係冇時間限制，只要當下你靜心喺畫面嘅3棵仙人掌裏面，用直覺揀選其中一棵，咁你所聽嘅就係關於你嚟緊呢一個月以內嘅運程啦。Hello， 1號仙人掌朋友，先睇一睇你哋當下嘅狀況。你而家可能經歷緊一段新戀情嘅開始，又可能係一段關係要邁向承諾嘅階段，又或者呢一段時間喺一件事上面，你哋需要做一個重要嘅決定。嚟緊呢一個月喺人際關係同埋愛情方面，你嘅表現都非常出色。面對任何關係，無論遇到乜嘢問題或者衝突，你都能夠以柔制剛，運用你嘅大智慧同埋同理心去化解，所以你會同朋友或者伴侶相處得非常好，關係會非常和諧。如果係單身嘅1號仙人掌朋友，你會憑住你獨立同埋堅強嘅性格特質，吸引到有緣人。財運方面，你嘅財務狀況穩固，收入來源穩定。部分嘅1號仙人掌朋友可能會得到其他人一啲實質嘅幫助，例如係財務上面嘅支援，又或者係一啲增加收入來源有用嘅建議。你甚至可能會得到一筆意外之財。建議1號仙人掌朋友，你可以考慮捐錢幫助有需要嘅人，因為咁樣做係屬於金錢上面健康嘅循環，可以令到你嘅財運更加正向同埋豐足。喺事業或者學業方面，嚟緊呢一個月你會充滿動力同埋滿足感。返工嘅你，過去付出嘅努力將會得到正面嘅回報，當中可能係一個長期項目嘅完成，又或者係一個重要目標嘅實現，會令到你得到滿滿嘅成功感。而努力學習嘅你將會獲得好成績，而得到嘅成績甚至可能會超乎你哋嘅預期。而健康方面，你要注意下啦，你嘅身體同埋心靈都會有啲失衡，可能係因為生活作息唔規律、飲食唔節制而影響健康。未來一個月謹記唔好捱夜，唔好掛住去玩，唔好成日飲酒，食少啲唔健康嘅食物，要做下運動，唔好俾一啲唔好嘅生活習慣影響咗自己嘅健康。對於嚟緊嘅一個月，建議1號仙人掌朋友，你要積極迎接新機會，放低心裏面嘅恐懼同埋過度嘅擔憂。相信你其實都知道自己好多時會過度去諗一件事，建議你放低不安嘅情緒，唔好俾過去嘅失敗影響到而家嘅行動。你要積極樂觀咁去面對生活上嘅新挑戰，就算有啲事情現實中真係出咗問題，你都要勇敢咁去面對，逐步喺精神壓力裏面走出嚟。以上就係選擇1號仙人掌嘅朋友未來一個月嘅運勢預測、建議同埋指引，歡迎你哋留言，亦希望大家俾個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， 多謝晒。Hello， 2號仙人掌朋友，先睇睇你當下嘅狀況。近期你比較固執，冇乜彈性，會俾自己嘅原則困住，可能會因為過度執着於現狀、舊有嘅思想同埋價值觀，唔願意去嘗試新事物，唔願意跳出舒適圈，就係因為咁錯失咗一啲重要嘅機會。你而家亦經歷緊財務上面嘅問題，可能同人哋有金錢糾紛，又或者近排花費咗好多金錢。喺嚟緊呢一個月，你喺人際關係或者同伴侶之間嘅相處都會出現挫敗感，又或者會覺得自己付出得唔到回報。你會喺一段感情上面陷入停滯嘅狀態，你同伴侶對未來嘅發展有唔同嘅諗法，導致彼此嘅關係越嚟越疏遠。你覺得自己喺呢段感情投入咗好多心思，但係就得唔到想象中嘅回報同埋進展，令到你懷疑呢段關係係咪值得再繼續落去。你亦有可能覺得自己花咗好多時間同朋友、同事去建立關係，但係佢哋就冇俾到相對應嘅反應你，
所以令到你覺得浪費咗自己嘅心思同埋時間。建議2號仙人掌嘅朋友，你哋嘗試唔好對其他人有過高嘅期望，因為咁樣喺人際關係上面就唔會有咁大嘅挫敗感。財運方面，未來1個月你哋要特別注意你哋嘅經濟狀況，因為可能唔係咁穩定，可能會使多咗錢，你要好好咁管理下自己嘅金錢，唔好亂咁花費。購物嘅時候要睇下有冇實際嘅用途，如果有財務上面嘅困難，一定要去面對，要面對現實解決咗佢，甚至有需要嘅時候就要揾人施出援手。喺事業或者學業方面，你會因為優柔寡斷而導致工作或者學業上嘅計劃受阻，又或者進展不似預期。對於一啲新嘅工作或者學習機會，你會因為冇信心而對未來嘅發展方向感到迷茫。建議你唔好害怕未知，鼓勵你尋找一啲新嘅方向同埋出路，唔好因為冇信心而停滯不前，係時候要採取行動或者方法去突破現狀。健康方面，嚟緊呢1個月你身體嘅狀態唔係咁好，你成日都會覺得好攰，冇精神，又或者身體上出現一啲小毛病。你可能明明知道點樣可以改善自己嘅健康，譬如知道要運動，但係就唔願意喐，知道要早啲瞓，但係就唔願意瞓。你要留意身體俾你嘅警號，唔好忽略咗佢哋。如果有唔舒服，就要盡快睇醫生，唔好拖，更加唔好自己斷症，拖延咗睇醫生嘅時間。喺嚟緊呢1個月，記住要均衡飲食，做下運動，仲要有充足嘅休息，俾自己多啲靜落嚟。譬如做下冥想或者瑜伽，要嘗試調節一下自己緊張嘅情緒狀態。喺嚟緊呢個月，建議2號仙人掌朋友各方面都要去探索、去成長，要腳踏實地努力工作，務實咁樣規劃長遠嘅目標，要積極去學習新技能或者知識，要對自己嘅財務狀況保持關注，並且尋求創造同穩固財富嘅方法。因為呢個月會係開始新學習、探索新商業機會或者專注於個人發展嘅好時機。鼓勵你把握眼前嘅機會，亦要有耐心，因為學習同成長係個一步一步嘅過程。你要以務實、謹慎同埋勤奮嘅態度去實現你嘅目標，要有耐性咁去等待成果嘅顯現。以上就係選擇2號仙人掌嘅朋友未來1個月嘅運勢預測、建議同埋指引。歡迎你哋留言，亦希望大家俾個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， 多謝晒。Hello， 3號仙人掌朋友，先睇一睇你當下嘅狀況。近排因為一啲衝突，又或者溝通上面嘅問題，而導致一件事情嘅延遲或者停滯。事情嘅進展唔係喺你計劃嘅裏面。喺嚟緊呢1個月，喺人際關係同愛情方面，你會有一段新戀情開始。如果而家拍緊拖，感情就會有所增進，關係更加甜蜜。人際關係裏面，你哋會認識到新嘅朋友，又或者同你而家已經認識嘅朋友喺相處方面更加開心同埋緊密。無論係朋友或者伴侶之間嘅相處，你都感到好開心。你會主動咁去參與，又或者策劃一啲聚會。喺財運方面，你會離開而家嘅舒適圈，你可能因為收入少咗，又或者就算而家有唔錯嘅收入，你都會尋找一啲更加穩定同埋有更多嘅收入來源。你可能會轉換工作，又或者轉換投資嘅方向，甚至去外地發展。3號仙人掌朋友，你可以勇敢咁樣跳出自己原本嘅框架，嘗試下其他嘅可能性。喺事業或者學業方面，你充滿幹勁，無論係遇到競爭嘅對手，抑或係喺比賽或者考試裏面，都能夠脫穎而出。就算你遇到一個好有挑戰性嘅任務，都能夠順利完成。憑住堅定嘅意志同幹勁十足嘅行動力，無論遇到任何挑戰，喺嚟緊呢1個月，會係你一個主動出擊、爭取成就嘅好時機。喺健康方面，你充滿活力，能量充沛，而且能夠掌握自己嘅身體狀況。你會積極咁去維持或者改善自己嘅健康。如果係喺疾病嘅恢復期，嚟緊呢1個月，你將會好快康復，恢復健康。如果有懷孕嘅計劃，呢1個月會係一個非常好嘅時機，成功嘅機會率好大。
由於喺嚟緊呢一個月裏面，喺好多層面你都表現得好積極，行動力十足，建議當你做出任何重大決定之前，要認真審視情況，並且嘗試同其他人進行坦誠嘅溝通，唔好太過急進，以免因為出現延誤或者唔穩定嘅狀況出現，而造成自己感到挫敗。當遇到問題，要勇敢去面對，而唔係逃避，要靈活應變，並且保持耐心去突破障礙。以上就係選擇3號仙人掌嘅朋友未來一個月嘅運勢預測、建議同埋指引。歡迎你哋留言，亦希望大家俾個 like、subscribe、share，多謝晒。